大家好，呢個影片咧會繼續講 log 啦。咁你見到咧，今次嘅題目咧就會有一個圖喺側邊。咁平時見開嘅 x 軸、y 軸咧就唔同咗啦。今次嘅縱軸咧就唔係再係 y 軸，今次嘅縱軸咧就變咗做 log y 軸。咁會點做咧？我哋陣間再睇睇。我哋先咧去睇睇題目個 part A 啦。咁咧題目就話啦 ，x 同 y 嘅關係咧可以用公式 y 等於 a 乘 b 嘅 x 次表示。咁其中咧 A 同 B 係正常數嚟嘅。個圖咧就顯示咗 log y 對 x 嘅圖像，咁佢係穿個0負4同埋1.5負2嘅。Part A 咧就叫你試下咧用 A、B 同 x 咧去表示 log y。咁因為題目已經俾咗個黃色嘅 y 等於 A、B 嘅 x 次你啦，咁所以我就抄咗喺度。咁下個步驟咧，因為題目話要用 log y 啦，咁啊答案要用 log y 啦。咁所以咧兩邊咧就會加 log 啦，咁就會得到 log y 等於 log a b x。咁然之後咧，因為 a 乘 b x 啦喺同一個 log 裏邊啦，咁下一步咧我哋就會將佢拆翻做 log a 加 log b x 次啦。好，咁跟住咧個 x 次啦 b 嘅 x 次個 x 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擺翻喺個 log 嘅前面。咁跟住咧就會得到咁嘅樣啦。咁我哋會再做多一步嘅，因為咧我想將咧佢咧就擺喺 x log b 咧就擺喺前邊嘅，咁所以得到咧 log y 等於 x log b 加 log a 啦。咁呢個咧就係 part A 想你做嘅嘢。咁至於點解我會將 x log b 擺喺前面咧？咁其實咧就係一個線性嘅關係嚟嘅 log y 同埋 x log b 咧。咁陣間講 part B 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清楚啦，點解我要咁樣擺啦。好，跟住 part B 啦 ，part B 咧就係叫你揾翻咧 A 同 B 嘅值。咁點揾翻 A 同 B 嘅值咧？咁你望翻去個圖嗰度啦。咁個圖裏邊咧，頭先就講啦，一開始嘅時候講啦，平時做開咧就呢個係 y 軸嚟嘅。咁今次呢種題目咧就變咗做 log y 係 log y 軸。咁平時做開係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唔好理個 log 住啦，因為平時冇 log 噶嘛，冇 log 你就可能識做啦，變翻個做 y 軸先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用翻之前學嘅直線方程嘅嘢啦。y 減負4 over x 減0啦。咁其實就係計用翻咧兩點式去寫翻呢條直線方程出嚟。不過今次咧嗰個而家係 y 軸嘅時候咧，咁呢度我哋就用 y 啦，係咪？不過今次一條軸咧就唔係 y 軸啦，今次條軸咧係 log y 軸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只係需要咧將個 y 咧變翻做 log y， 呢兩個對應翻咧，咁就可以做到跟住嘅步驟啦。咁題目咧就係想你咧知道咧個軸變成 log y 嘅時候咧，喺個 y 嘅位置咧，我哋都轉埋做 log y 就可以啦。咁所以咧做嘅嘢咧，同之前計直線方程、我哋解方程啊、加減二項啊、乘除二項等等嘅步驟咧，做法其實就一樣啦。咁所以下一步咧，我哋就會得到log y 加4啦，等於4 over 3乘 x 啦。我將 x 減0咧就乘咗去右手邊，然之後右手邊嗰個份數咧就簡化成4 over 3啦。然之後下一步咧，我就會將個加4咧調去右手邊咧做減4。做到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比較翻 part A 同 part B 啦。咁 part A 咧就係 log y 等於 x log b 加 log a。咁 part B 就 log y 等於4 over 3 x 減4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比較翻兩邊咧，我哋就會得到個 log b 咧，其實就係4 over 3嚟嘅。然之後咧，個 log a 咧就係負4啦。咁所以咧，再下一步咧，我哋就會知道啦，比較翻兩邊，咁個 log b 咧就會係4 over 3，然之後 log a 咧就會係負4。咁處理埋個 log 佢啦，將佢咧就變翻做10嘅4 over 3次，個 a 咧就變咗10嘅負4次，然之後撳翻計數機。咁就得到咧 B 咧係21.5，而 A 咧就係1萬分之一啦。